Hello，各位豬豬團友，冬瓜豬又帶大家去玩新嘢啦！今次出發去深圳最新嘅大型商場懷德萬象匯，地鐵仲係無縫直達㗎。無論吃喝玩樂或者係親子嘅放電，呢一度真係一站式搞掂晒。想知道點樣輕鬆玩盡呢一個新嘅蒲點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嚟接收最新嘅旅遊資訊啦。咁今次交通方面呢，我哋就喺深圳灣口岸出發，搭地鐵去到後海站，轉去南山站，再搭12號線就可以直達懷德站㗎喇。我哋向住 BC 嗰個出口出，再轉右面就會到達懷德萬象匯嘅 A 館啦。地鐵係無縫連接，真係好方便㗎。深圳懷德萬象匯喺2025年嘅11月開幕，只係開咗幾個月㗎咋，係深圳目前最大嘅商場，面積約有18萬平方米，分開咗 A、B 兩座館。A 館係由地面5層同埋地下2層所組成嘅，主打時尚品牌、潮流零售同埋人氣嘅餐廳。至於 B 館呢，就由地面4層同埋地下2層所組成㗎，集中親子玩樂、大型超市同埋生活用品等等，總共超過400間店鋪任你行啊！其中 L2同埋 L3層會有一條天橋連繫 A、B 兩座館㗎。呢一條唔係普通嘅天橋，而係一個空中花園，上邊有綠化嘅區域啦。亦都有好多座位，行過去嘅時候可以唞下氣、打下卡，感覺好寫意，順便幫對腳放鬆下。我哋首先講下休閒玩樂方面先，呢一度最正嘅係啲特色嘅體驗店，好似呢一間小象動物公園，係小朋友嘅至愛啊！可以近距離餵小動物，好似兔仔啦、雀仔啦、羊駝同埋草泥馬等等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貓奴天堂啦，超能貓空間同埋找找，入去俾一堆貓星人圍住，真係好治癒㗎。呢一間寵伴伴係寵物超市嘅大觀園，貓糧、狗糧、玩具乜都有，仲有可愛嘅貓狗雀仔可以睇，睇到心都融化。想刺激啲嘅就有真人嘅 CS 場同埋卡丁車場。如果想靜態啲嘅，就有夾公仔店同埋彈珠店。呢一個商場集合咗好多玩具精品店，由動漫珍藏、得意公仔、盲盒放題，甚至新年嘅限定禮品都應有盡有㗎。想喺屋企添置一啲新年嘅裝飾，又或者想揀一份暖心嘅禮物，呢一度都可以達成㗎。唔想周圍行嘅可以入去睇返場戲㗎，睇完戲順便唱埋個 K 都得，玩到攰攰地仲可以按下摩輕鬆一下。商場裏邊混雜咗好多時裝品牌，有大家熟悉嘅店鋪，至到本地嘅設計師，潮流型格嘅款式，至到簡約優雅嘅款式都有齊㗎。懷德萬象匯嘅運動品牌好集中，有大型嘅國際品牌，更有本地嘅獨特設計。
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一站式嘅運動超市迪卡龍啦。呢一度有幾間嘅家居店我都好中意行噶。第一間就係宜得利家具，第二間就係綠島會員店。店內提供廚房至到浴室、客廳至到睡房嘅家居用品都應有盡有啊！除咗家居用品之外呢，都有好多服飾嘅選擇噶。你哋睇下呢一個袋19.9抵唔抵呢？懷德萬象匯嘅食肆真係包羅萬有啊，選擇非常之多。跟我過嚟一齊睇下其中嘅幾間啦。食日式料理嘅巴庫巴庫、阿薩中東料理、自助素食喜素客、月陳記粥底海鮮火鍋，有好多新鮮嘅材料選擇㗎。雲燒燒石鍋魚、老門框北京涮肉、京味醬北京烤鴨、掘爺烤肉、頂界自助蒸汽海鮮、雲南火鍋高燈籠等等。入去茶飲店同埋甜品店食下嘢就係最好嘅放鬆。我哋一齊去睇下邊一間係你熟悉嘅，可以留言話我知啊。離遠聞到烘焙嘅味道啊！呢一個商場有各具特色嘅麵包店同埋糕點店，有冇人同我一樣都會被烘焙嘅香味吸引住？每次都會買一啲麵包糕點帶返香港呢。行到攰攰地就揾個地方食少少嘢。今次我哋就試下呢一間二奶奶。我哋睇下個 menu 先。呢一度嘅價錢都幾大眾化，我哋叫咗個特色嘅炒飯、番茄煙肉意粉同埋烤菠菜，以10幾蚊嚟講，呢一個意粉尚算合格。呢一個炒飯有驚喜，味道係唔錯噶。呢個菠菜我就覺得偏鹹咗少少，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呢一度嘅油煙味比較勁啊。如果怕油煙味嘅朋友，呢一間可以跳過。我哋食飽飽就去盒馬先生嗰度朝聖下，佢就喺 B 館嘅 B 一層。呢一間盒馬嘅地方好大好闊落噶，分開咗好多嘅區域，有海鮮區啦、烘焙區、熟食區、凍肉區等等，真係樣樣齊全。我最中意就係行烘焙區啦。呢一個係新年版嘅馬卡龍喎，呢邊就有3重莓果雙皮奶，大家有冇試過呢？整體嚟講，懷德萬象匯可以玩足一日，商場好新，地方又夠大，特別係寵物同埋親子嘅元素係好突出㗎。另外潮流品牌好集中，餐廳嘅選擇又多元化喎，由朝玩到晚，完全唔係問題啊！今集嘅影片就到呢一度。如果呢一個懷德萬象匯嘅攻略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， 留言話我知你想我下一集去邊度，同埋分享俾你啲 friend 睇。最緊要撳旁邊嘅鐘仔訂閱我，接收我最新嘅旅遊資訊啦。我係冬瓜豬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